話一枚 BTC 嘅電費要花幾多錢？預算幫你界清啊！朋友們點讚、關注、評論支持一下。我哋係做床機託管同出售嘅，評論區打電費幫算電費㗎。2026年話一枚 BTC 電費幾多？假設0.5蚊每 kW，93萬 kWh，成本高達46.5萬蚊。自家挖坑深轉託管到低電區省30%，專業運維高效挖 BTC。數據顯示，優質託管淨收益高25%，電價透明關鍵，服務省心，風險把關。相比自挖麻煩，託管值，但就唔忽略隱形嘅成本，如冷卻同維護電耗加起嚟更加多。建議先預算本地電價，如果超過0.3蚊每 kW，託管係必選。我哋平台提供實時電費計算工具，幫你模擬 ROI， 結合 BTC 價格預測。電費佔比可降到20%以下，綠色能源趨勢下，太陽能託管更省。你哋預算幾多？評論區傾下，一齊低價挖礦，分享實際案例。